所有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，讲到以色列含掌控加沙走廊的哈马斯，这战火是还未歇落来。以色列军队甲加沙走廊规个封锁起来，致使当地物资是真欠缺。美国和埃及已经有达成共识，被拍归加沙南部和埃及相接的拉法关口，通好来运送物资一个铁桥，只是讲这时间是还未确定。另外，西方和中东各类国家的官员，因拢伫咧找找共识，避免这战争会愈来愈大。清真寺外口组织大批民众排队灌水，加油站会当讲无油通啊加。以色列政治有果要对加沙地区进行地面突击，要求北部居民赶紧向南退离，造成加沙南部城市和尤尼斯短短几天内人口为40多万，增加到超过8万人，开始出现资源不足的情况。لكل الاستخدامات من الحين إن بالضبط أنا مش عندي بيت مي لي 5 أيام。虽然以色列开启2条安全通道，有完传出包括囡仔在内，真侪平民伫退离路途中死亡，真侪去到南部的家庭有路无厝，目前大约有40万人暂时住伫联合国开设的庇护所。也毋过，因为以军封锁加沙4口围，造成物资真歹进入。联合国坦白讲，当地人道救援机构已经伫失控的边缘。فيش حد يجري ورانا كيف احنا نعيش كيف جاوبون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阿拉伯6号进行协商外交，想要阻止冲突扩大。15甲埃及达成协议，会重启埃及北部往来加沙走廊的拉法关口，以利物资输送甲铁桥。We're putting in pla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, with Egypt, with Israel, with others,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o get the assistance in. 各国拢咧极力避免战事扩大。法国外长今仔日到黎巴嫩呼吁真主党站站，唔通介入以巴冲突，因为顶礼拜真主党武装分子炮击以色列北部村庄，国家烦恼边境会开启第2战线加东战火。约旦国王是访问欧洲各国，寻求支持结束加沙冲突。美国总统拜登计划这礼拜访问以色列，虽然伊支持以色列对付哈马斯，也毋过警告袂当占领加沙走廊。I think it'd be a big mistake. Look, Hamas and the extreme elements of Hamas don't represent all the Palestinian people. 事实上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进前嘛安尼批评哈马斯，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才是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的代表。这个组织主张用谈判手段建国，不过这段言论后来煞互官方通讯社删除。以色列参谋长礼拜2示警往加沙前线，向部队发声煽动哈马斯。半岛电视台指出，当地时间16半暝加沙市传出真侪摆空袭，造成2个边防基地轰炸掉，真侪人死亡。巴勒斯坦当局讲以色列的攻击是整作灭绝，到今已经造成当地3,000人死亡。公司新闻刘干编译。